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继续今天历代志下第27章的共读。我们要请廷瑞弟兄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聆听思想你的话语。主，就像刚才诗歌所提到的，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主你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在历代志下的第26章，我们来认识乌西雅王。乌西雅王是从大卫算下来的第11位王，在位有52年，但是52年当中24年是代替他的爸爸，中间16年是他自己，后面12年是跟他的儿子一起，因为后面的12年是他头上长了大麻风。那即便他前面有很多的建设，对国家有很多的帮助，而且国势也非常的稳固，那势力强大，但是因为他强盛就心高气傲，他想要用自己也叫做亚撒利亚，而大祭司也叫做亚撒利亚，所以他想要跟两个亚撒利亚认为是同一个，以至于呢他就冒犯了上帝，所以他的下场让我们成为一个觉得非常的惋惜哦。那昨天也看到乌西雅他怎么样来强盛，那透过他怎么样在上帝眼前行为正，定义寻求耶和华，上帝使他亨通，以及他发展农业，那他也准备他的防御工程和军队，让国家以色不仅是在南国很稳定，在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的时期也是相当的稳定了。那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乌西雅王他的儿子约坦。其实从约阿施、亚玛谢、乌西雅、约坦连续4代都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王。那总共有8个王，但是在这段时期呢，有连续4个王都是上帝眼中看为正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从约坦那他的记载。那约坦他的记载呢并不多，那在历代志下只有9节哦。那在列王记呢，也有记载，但也很短。约坦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完美的，是完美的。所以约坦呢，算是所有8个好王当中呢，犯错比较少的，比较没有看到明显的犯错。那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15章32到38节，总共有7节，还有历代志下27章，总共有9节，可以看到关于约坦的介绍。里面只有1节的内容是不太一样。那讲到约坦登基的时候是25岁，那做王16年，那有12年呢是跟着代替他的爸爸在治理国家，因为他的爸爸那时候乌西雅长了大麻风，不能出门。那他的妈妈呢是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那因为撒都呢在前面我们看到都是属于祭司都是祭司，所以很有可能乌西雅呢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娶了一个祭司的女儿。那我们刚刚有讲这个约坦跟他的爸爸共同执政12年，后面呢他自己单独执政4年，他是好王当中8个好王当中的其中一个，也效法他的父亲乌西雅一切所行。但是通常这个好王后面为什么是虎头蛇尾，都跟这句话有关，只是邱坛还没有废去，并不能够彻底的把国家这些的罪恶根源把它摒除，让百姓陷入在偶像当中所以百姓在邱坛献祭烧香，可能是敬拜耶和华，但是也很容易引进偶像。那约坛有一件事情唯一有争议的就是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他不进入耶和华的殿，所以以至于呢百姓仍旧行败坏的事情，那这是他最有争议的地方。再来约坦呢，他也建造耶和华殿的上门在东北边，还有在耶路撒冷东南边的俄斐勒的城墙，还有在山区也建造城镇，像他的父亲乌西雅一样，也在树林建筑营寨和瞭望楼，也是加强防御的工事。那约坦呢，在他的在位的期间呢，有和东边的亚门人打仗，在他的父亲的期间呢，亚门人是被打败的，
所以呢，这个亚门人呢，可能连续向乌西雅进贡3年，所以他们可能起来抗争，但是打仗得胜，所以亚门人继续向这个向约坦王来进贡。那约坦呢，他虽然强盛，但是没有看到他的骄傲，那他很快的出现，也很快的就结束。那讲到他在上帝面前行正道。那唯一不同的一节，就是在列王记下第15章37节讲到，在那日子，耶和华差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去攻击犹大。那这会在28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还有约坦呢，是葬在大卫城，他的儿子呢亚哈斯就接续他来做王。好，那我们就来读今天这一段经文。那我们请田瑞来带我们读历代志下第27章，先从第1节来读到第3节，对，1节和2节，一节和2节。好，约坦25岁的时候做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6年。他的母亲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效法他父亲的榜样，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只是他不参与圣殿的礼拜，人民仍然继续犯罪。好，那在这里讲到约坦他的做王是25岁，那所以他可能在这讲到是登基所以可能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父亲就长了大麻风。好，那在这10年中讲到他的母亲叫耶路撒，耶路撒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在希伯来文叫做霸占者，所以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霸气。那是撒都的女儿。好，那刚才有讲撒都这个意思是公义的，那他应该是是很多的祭司都叫做叫撒都的都是祭司所以很多的人猜测这是祭司的女儿。那但是约坦有效法他父亲的榜样，做上主看为正，就是认为对的事情，但是他不参与圣殿的礼拜。为什么他不参与圣殿礼拜？好，就是因为他可能在他看到，或是他小时候看见他的父亲怎么样进入圣殿，就出来之后就开始长了大麻风，然后可能一辈子就再也没有看到他的父亲，不能跟他的父亲再接触，所以让他可能心中留下了阴影，所以他没有进入圣殿。事实上呢，也不能够进入圣殿。所以和本说不入圣殿，不入耶和华殿的意思，应该不是说进入到至圣所，而是像现在中译本说的，不参与圣殿的礼拜，就是不参加在圣殿当中的敬拜，才会跟后面这句话连得起来。所以人民仍然继续犯罪所以这是约坦他的在位16年当中最有争议性的问题。好，那也以至于虽然他是上帝眼中看为好的王，但是这个参加礼拜，这个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基本的事情，但是他可能为了他小时候或是他父亲的这些阴影的影响，那这对他的人生当中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辖制和捆绑。好，那接着呢，再请庭瑞带我们来读从第3节来读到第6节。约坦建造了圣殿的北门，又在耶路撒冷的厄斐勒扩建城墙。他在犹大的山区建设城镇，在山林里建造堡垒和瞭望台。约坦攻打亚门王和他的军队，打败了他们，强迫亚门人向他进贡3年，每年要缴3400公斤银子，1000公吨小麦，1000公吨大麦。约坦一天比一天强盛，因为他忠实的顺从上主他的神。好，谢谢。好，那在这一段里面看到约坦他建造了圣殿的北门好，那这个北门和本翻译是上门，就上边。那因为这个圣殿是朝东，所以东的上边就是北边，所以是北门。那这个北门呢，应该就是便雅悯门，而且这个门呢，应该是直接连到王宫去的，就是王休息的地方。好，所以这个门为什么建造呢？
就可能是他的父亲乌西雅长了大麻风之后不能再进圣殿，而那个门可能就被封起来，所以意思应该是约坦呢又让这个门好通，但是通了呢，他自己却没有参与圣殿的礼拜，他有阴影过不去。那另外也讲，虽然他不参加，但是他仍然让这个圣殿的门是开启的。然后又在耶路撒冷的厄斐勒，厄斐勒是一个小山，那在耶路撒冷的东南边也有很多扩建城墙，让耶路撒冷能够有屏障。那他也在犹大的山区建设城镇，建造堡垒、瞭望台。那第5节讲到约坦期间和亚门人的王有打仗，那在他的父亲乌西雅，就是我们读的26章的第6、7、8，第7和第8节的时候呢，讲到米乌尼人，就是亚门人来向乌西雅进贡，这件事情呢，也让乌西雅的名声传到埃及所以乌西雅非常的强盛。所以在他的父亲呢，亚门人都是乌西雅的手下败将，但是呢，可能在后期，可能亚门人察觉他的父亲可能国势衰退或是什么的，所以也来挑战他的儿子约坦，但是约坦呢是胜了他们，而且呢有3年，就应该是他自己在位的4年当中，就有3年都是亚门人来向他进贡。那这里已经都换算好了，100他连得的银子就是3400公斤的银子。那我们昨天有讲到3400公斤银子看起来很多，可是跟大卫跟所罗门时代比起来，这真的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了什么。也可以让我们知道那时候的国家并没有真的达到很强，只能够收到这样。那还有1000公吨的小麦和1000公吨的大麦好，那和本是翻成10000戈尔的小麦，10000戈尔的大麦。那这个一个戈尔呢，就是一只驴子可以载得重的重量，所以10000戈尔就是10000头驴子可以载的重量，所以10000头驴子载着小麦，10000头驴子载着大麦，就是20000头的驴子，所以每一年会得到的银子有这样子，然后得到的粮食有这样子，所以虽然约坦他没有参与圣殿的礼拜，但是他基本上所做一切都继续延续他父亲所做的，那力求完美，因为约坦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是完美的，所以到目前为止事事都顺利，所以他也一天一天的强盛。那他圣经也特别提到，因为他在神面前行正道，和现在这本翻成因为他忠实地顺从他的顺从上主他的上帝但是呢在原文当中有一个字就是约坦日渐强盛，因为他在耶和华他神面前预备行正道。预备行正道，预备这2个字呢这个字呢并没有把它翻出来，所以呢可以看见这个约坦他是有预备的，他在做这些上帝忠心于上帝的事情，他都是提早做准备。所以其实整个历代志都是让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在做预备的。好，那最后7、8、9节再请这个廷瑞带我们来读最后7、8、9节。约坦在位期间的其他事迹、战争、政策等一一记载在上。约坦25岁的时候作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16年。他死后葬在大卫城，他的儿子亚哈斯继承他做王。好，谢谢。好，那因为呢，他登基的时候是25岁，那他做王16年，但是应该是前面有一段时间是跟他的父亲一起做王，他自己单独做王的时候也没有很长，所以他到底几岁过世呢？那可能非常的年轻那但不晓得他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看不出来约坦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过世，以至于他的儿子要接续他做王。那也有的另外说法是约坦他退位，让他的儿子做王，但是这个没有办法证实。但是我们把约坦的故事这样读完，好像平淡无奇。那这个上帝眼中看为正的好王，他所做的这一切好像就这样结束。不过我们可以从列王记同样的记载里面可以看到关于约坦
的有一点不一样的记载。列王记下第15章记载很多王讲到乌西雅，讲到北王的撒迦利亚，北王的沙龙，北王的米拿现，北王的比加辖，北王的比加，然后才讲到南王的约坦。那前面都讲到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北王比加在位的第2年，约坦做犹大王。好，那母亲是谁？然后效法父亲的榜样，然后但他做上主对的事情，但是没有除去山丘上的神庙，人民在那边继续献祭烧香。然后他也建造了圣殿的北门。那其他就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37节是不一样的地方。约坦在位期间，上主差叙利亚王利逊，叙利亚就是亚兰，和以色列王比加来攻打犹大，所以是联手以色列这个北国以色列再找更北边的亚兰一起来打南边的犹大。所以这是从约坦还在的时候他在位期间就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明天28章的地方会大概看到这件事情。亚兰在这边，犹大在这边，以色列在北边。那他们北国去找了北边的亚兰，然后一起要来攻打犹大。那我们从28章的地方呢就是先大概了解一下，这样明天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消化。28章呢讲到这个他的儿子是20岁的时候做王，在耶路撒冷统治16年，他没有效法先祖大卫的好榜样，没有做上主认为对的事情。这是约坦的儿子南国，他效仿北王的坏榜样，铸造巴叶像。所以亚哈斯是南国里面最坏的王之一最坏的王之一。那甚至呢，他还在新嫩子谷烧香，甚至把自己的儿子当作烧化祭，不是献给上帝，是献给偶像。所以他拜的神明是非常可怕的偶像，是要献自己的儿子仿效原先住民就是迦南人那是迦南地，就是指原先住民的可恶行为。而那些居民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上主赶出去的人。而亚哈斯就是约坦的儿子呢，在神庙内山冈上树荫下献祭烧香。那这一段呢，就是刚才列王记在讲的事情。因为亚哈斯王犯罪，上主他的上帝就让亚兰就是叙利亚王打败他。所以从他的父亲开始呢，北国跟亚兰就联手起来，那开始来攻击约坦。那应该是约坦有守住。但是呢，到亚哈斯的时候呢，就被打败。在这次的打败呢，输得很惨。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俘虏了犹大人到大马士革去，就是到这个亚兰的首都大马士革，就是大马色。上主也让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就是北国的王也大大的打败亚哈斯。所以南王呢，亚哈斯是被2个国家打败，亚兰国和以色列国。所以一天内呢，甚至北国一天内杀了12万的犹大精兵所以这是应该是兄弟自残，他们就是应该是12支派是兄弟。但是呢，到了这个时代呢，他们已经变成连亲戚比亲戚还不如而是仇敌仇人这样子叫外面的人来打自己的人。而他们的因为这是上主他们祖先上帝准许这事情发生，是因为犹大人民离弃他。为什么人民离弃他？就是亚哈斯拜偶像，亚哈斯引进很多的偶像。那这跟约坦他怎么教儿子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那甚至还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兵士就士兵细基利就杀掉了亚哈斯的儿子马西亚，甚至也杀了王宫的总管和宰相。那以色列军就把这些同胞呢、儿童呢、妇女呢20万人掳到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去。所以到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当王的时候呢，这国家真的是一阵不绝。第2次被掳，上一次被掳的时候是亚玛谢，就是约坦的阿公乌西亚的爸爸。那时候是北王，他已经告诉那个亚玛谢，你不要不自量力，一个黎巴嫩的吉黎要来挑战黎巴嫩的香柏树。但是呢，到他的孙子亚玛谢的孙子呢，又再一次第3代又再一次被掳，而且是被2个国家掳去，一个是亚兰，一个就是叙利亚，一个就是以色列。那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那这件事情呢，其实跟先知以赛亚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以赛亚书第7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乌西雅的孙子约坦的儿子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所以以赛亚就是在这个年代。我们从这张表的时候可以看到，乌西雅后面的12年交给他的儿子约坦，约坦呢交给他的儿子亚哈斯。好，那这个乌西雅死的时候，以赛亚就开始被呼召做先知。好，那短短4年当中，战争就爆发了，3、4年当中。而战争爆发呢，好，战争是来自于北边的比加，比加王，比加这个比加，还有更北边的就是亚兰，亚兰。好，其实亚兰那时候来攻打和北国一起来攻打南国，但是呢，其实亚兰他自己也是死刑快到，因为这条线很接近。后来亚兰呢就被亚述灭掉。为什么亚兰会被亚述灭掉？跟我们明天28章要读的有关，就是南国去找了更北边的，这个就是北国找亚兰来打南国，南国亚哈斯呢在最危急的时候呢，他去想到找亚述，所以亚述就引进来，就亚述一打进来呢，不仅灭掉了亚兰，打败了以色列，甚至还一只手就直接深入来到了耶路撒冷。这就是后来的西西家，就是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王的故事。所以这是我们明天会看到的。但是我现在要让大家看的是关于以赛亚书的所讲的部分。好，所以在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战争爆发，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北国比加王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但攻不破。为什么攻不破？还记得吗？就是刚才约坦他建造了耶和华圣殿的门，还有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有他的父亲乌西雅也设了很多的防御工事，所以一直无法攻破。而亚兰军队呢，就开进以色列境内，就是来到了以色列境内的消息呢，传到犹大王那里。王和人民非常的惊惶，他们的心像树枝在狂风中摇摆一样。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写的。所以上主对以赛亚，这时候是亚哈斯是约坦的儿子，对以赛亚说：带你的儿子，带以赛亚的儿子叫施雅雅述去见亚哈斯王。他正在上池的水沟的尽头往漂布工厂的大路上，你去提醒亚哈斯王，要他镇定，不要胆怯惊慌。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亚哈斯是一个非常腐败的王，连自己的儿子都拿去烧了献给偶像。但是上帝还是去叫以赛亚告诉他不要惊慌，就是告诉他为什么不要惊慌呢？因为利逊王就是亚兰王和他的亚兰军队，还有比加王这个以色列的军队的怒气，不过像2根烧焦的木头所冒出来的烟。在上帝眼中呢，他们的军队呢，也就像是一个快要烧尽的木头。这在讲什么呢？就是在讲说这2个国家，北国以色列和北边的亚兰都快要穷途末路，就到这条线，亚兰就只有活到这条线的快要烧干的木头。南国北国呢，也再活也没多久了。比加后面呢就是何西亚这个国家也结束了。所以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去告诉亚哈斯王。然后后面又继续说，叙利亚和以色列的结盟的确有阴谋，企图侵犯犹大，威逼犹大人民归顺，然后要用他自己的儿子做王。但是上主要使他们阴谋不能实现，因为大马士革不过是叙利亚首都，利逊王不过是大马士革的首领，没有什么了不起。而以色列在65年内也要被打败亡国。所以其实在亡国以前，上帝已经透过南国的先知以赛亚告诉南国的国王亚哈斯。所以这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如果有这样子的背景了解，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在讲什么。但是我要看的是后面，撒玛利亚不过是以色列首都，比加王不过是把撒玛利亚手里没什么了不起。如果你们的信心不稳固，一定站不稳。这是在告诉亚哈斯王要信心，要站立得稳。好，那后面呢，就是上主对亚哈斯说，你应该向上主求一个记号，那记号可能来自阴间，也可能来自天上。亚哈斯说什么呢？不，我不要请求记号，我不能试探上主。其实亚哈斯很害怕，于是以赛亚就说，大卫子孙，他是大卫的第13代，
你要听，难道你们使人厌烦，还要使上帝厌烦吗？上主要亲自赐给你一个记号，就是有童女要怀孕生子，要给她取名叫以马内利。好，所以我就讲到这边就好了。好，剩下我们后面就自己看。所以以马内利，好，这个记号呢，就是在亚哈斯，就是约坦的儿子那个年代就发出来的预言。好，那当然有2个解释，一个就是真的有在当代就生出一个以马内利。但是700年后，一个人生出来就是耶稣，他的名字就被取名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我们就知道是上帝与人同在。所以即便在南国犹大这么样罪恶不堪，亚哈斯是南国最坏的王，几乎是排第1或排第2，但是呢，上帝仍然要与他同在，赐下救恩，而且不仅是那个时代，连700年后的耶稣也在那个700年前，南国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要快速走下坡的时候呢，上帝都已经预备拯救。好，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这样讲也是让我们明天在讲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因为明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比较长，可能今天先多讲一些，明天我们就可以把时间焦点放在后面的经文。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看到约坦这个好王呢，他有两个事情。第一个，他不进入上帝的殿，因为他心中有阴影，应该是为了他父亲的缘故，所以他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如果他进入上帝的殿，或许约坦王才是真正可以活出耶和华是完美的王。第二个，他不参加北国和亚兰的联盟，因为那时候就是北国和亚兰2个发现亚述越来越强了，所以他们2个要联合起来去抵抗更北边的亚述，但是南王不愿意参加，所以北边和亚兰就先来修理南边，然后再去对付北边，但是后来是亚哈斯直接跑去找了亚述，让亚述一路杀，杀掉了亚兰，又杀败了以色列，最后还把手伸进了这个耶路撒冷当中，差一点耶路撒冷也没有了。这就是在这个西西家王那个年代，就是约坦的孙子。那透过今天我们看到约坦的故事，虽然简短，但是他所处在的年代已经开始非常的混乱，非常的复杂，而且北国是在快速的走下坡，而南国呢正在飘摇当中。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国家行得正，能够稳定？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一个王来做检讨，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每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好好的遵行上帝所喜悦的，就能够带给国家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约坦王简短的记载当中，但是他背后所处的环境年代，还有在国际上面的纷争，还有各样子的阴谋，都在上主的眼中被详细的记录。虽然从不同的先知或是不同的历史书上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还原看到在那个时代当中的危急还有险恶的情势。但是上帝，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赐下了救恩，赐下了救赎，只要我们用信心依靠你，就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若害怕，若惊慌，我们就没有办法靠主来得胜。愿上帝的话语再次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上帝，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廷瑞，谢谢牧师，大家平安。牧师晚安。